蔡姑娘到楼上吃了两套高手小小，小小听见自家未婚夫来，当然蛮开心，蛮想下去旁团，但是不来，恐怕被人说话，先请老娘告白，所以蔡姑娘得忙正下头来寻个老大人。哎呀，此地神府浪向房子500多间啊，每间房间去人用不着，老要3堂上火。东西房、西飞国、南张房，今朝是敲了让东西房。老大人作业，自从女婿相信500，老高想听见配亲，当你吵起来、打起来，哪里拉脱7根左手，那么老很如切棍，拿7根左手，红纸队包一包，书房里向放啊。等到女婿来，不离口到老丈人位置呢，去脱这根左手。所以姥姥现在深居简出，一个小子，人家岁数不晓得，今年52岁，53个人浪向生日，2根左手，偶遇的事没等出，现在随便花吧，侪是千几个女婿。姥姥现在一个子坐了书房里向，半边浪好一杯茶，一看才分黑，一个子浪是言是语。膝下无子非也女，神乎心小一片心，老夫信任命令，双成背德。与你及跟随父亲到往后来，梦方相依，一须提拔不公卿。那你内日登当，恰恰我50大前，被世人不待，我在至居松顶上钟表当面理应。唉，延续呀，你知道将来一定要走步到此。想而今首当之上与基真当道，你还要走的什么过啊？你找到一日金相是儿的造化，倘若女婿身上2度之余，你再到此际，哎呀，严叔啊，只怕歪了。趁我现在活了浪辰光，来早点来。来毕业干，哪毕业？我好做主啊！侬真去搞不呢？用不了做过的个，400万高档还本多。我有个点同地，侪是方向要一手提拔个。倘使我有啥3上2段来再来啊，不这个便当着。说叫3上2段啊，我当年见过，就是一块锅菜，3块上个2块多个，银包进去，技巧真好，叫3上2段。所以老做你的女婿得快点来吧，我本到房间里向哪有金石，搿倒的确，生于是老大人知恩答报。于是老大人啥个出身啊？滴滴呱呱，冒元素大兵的出身。要了此地襄阳开办店，后来武口作乱，外国人打进来嘛，那不咯？根子要一道打来，打糊涂，太平庄方向府后门跟手搭个棚。立个衙，滴答滴答做大兵，立托字袍出去骂大兵。质量好，余手中芝麻多，7个人越来越多。我就到后来是3个大个袍子队来骂余手大兵吃着。原来这边店发发得来，太平庄东南西北4面开4办分公司，当中一办总公司，叫陈永兴余手大兵开发中心。现在呀，中心行了呀，说一些中心了，谁都了啥个公司了？哎哟，刚刚开放辰光，我到云南路去，看见个老伯伯浪吞油条，就上着一块牌子，叫老油条开发中心。哦，确不是的。沈女士啦，当然那哈方向有得看中的呢，不是每每就讲有道理的呀。就说方向府里向几百个佣人，谁要吃大饼，谁去忙，那么不来着？中国这里都讲，屋里有事体的呀。哪才去骂呢？啥个？到沈办得个衙一商量下来，沈办得每天送进来，搿就得吃着。喜鹊老乡也看见，哎哟，这个小伙子一表人才，相貌堂堂，脱白，
不晓得，随得中国讲，我儿子就是方清尧，叫方俊章，书房里向读书500人陪伴，让你来陪读，得里都要商量商量，不知阿肯。神办这个要听进来，方向要口中最好人不拿儿子送进相府，好听的叫陪读，事实上向就是高级的用人。方清尧读书读上去，立了边上一道跟上去，老乡要那个点好着。如果是用人，不能进考场，你不当你用人，当你自家小辈，所以方清尧怕考人偷获嘛，你两帮金事。老大人两帮金事下来，方三要随着自家囡，就是一个势利姑娘沈夫人配不了。为啥？沈夫人呢，毛相是会太外地，冲啊国高就国有点看阔眼，王生公子不大欢喜，配不上配的。甚是老大人做一对，你老丈人这个口中再好再500，我屋里呢一手有提拔，所以等到八堂做亲下来嘛，沈夫人是想过千金我天天来，我要东来不够西。那么老老爷中国承认的，哎哟，每到起哈该，你要糯米还是糯米，你要不米按糯米，俺们说哦，他要是西天出来，对西天出来，中国红一条，才听你个闲话。那么马门人杨忠公习惯，老老你要听我的。居松亭推请我来的，砰一记袋子一旁，老混，老大人有牛子，老混不是啥意见，我要报答方家里大恩大德，小弟让虎娘娘呢，该桩事体不娘个，所以弄得老夫妻吵起来。所以老一口子现在是言是语的作业呀，言是啊，言那是。哎，前恰蔡姑娘刚正达到书房门跟前，听见里向老大人在那喊言书啊言书嘛，哦哟，这个一口姑娘舌头做只仙人掌，那还问我自家屋里向呀，醒来要上去呀，几个上话刚正寻常，你得听听看，里头啥人的女婿已经绑子头，而且配的跟美女落了海，一个么从岳父大人怎样，那么一个言书啊是哦。哎，可是我要进去听听嘞。刚从姑爷让我们那到那哈血提出，做些人家园，看见这来要背语真话，让我听了真话嘛，随即该送你3条。对个，我书房门里欢一下踏进来一看嘛，你不够要哇？最来要一个人哇？哦，对着，姑爷新人。一拉到我嘴巴上，用我家应声发，不把我看见，根本不要紧。我看不见你们，来要别看见那个。我觉得看来要眼睛嘛，你眼睛忙了烧上火嘛，你就受了路上根子浪向。这个蔡姑娘对来要面孔一看嘛，哟，这个叫不断一说，那么来要不是他姑要帮的。闭了我眼睛，闭目养神的让狗，让千几狗呀，看看得真的蛮心酸。想想狗呀，你真叫今朝来，倘若你今朝不来了，你来要到还要上相思病在，什么像女婿的相思病，那么上的来想，还是要去恭喜上搭上来。啊，来一虽然，要回去来一口的请安不。翠屏罢了，恭喜来意，到此后事，想要为呀恭喜来意，后事来意。少了个我对我欢喜的，你一来就那忙地的了，要来恭喜我，喜着我来，请来意猜着我一猜。哦，哎呀，不规矩啊，当我猜妹妹子噻，就说来了几只猜对头个，猜闷他个。那方山府里向陪方清尧一道读书辰光，个阿舅不里猜着妹妹子，叫乌东东、白东东、二世将军刚不动，直到今朝牛分东呀。实在上名堂一看真，那几只猜不来噻个，到底什么喜事呀？啊，来意，想我家恭喜他来了呀！啊，恭喜来了！啊哎呦，来了我心，先带一步，啥错啥子的？为啥？小句我就调皮不过，反正到听见公鸭来着，哇哈哇哈，小走，慢慢的
姑爷的小上火，姑爷们，我偏偏呢想说呢，那我把那当快走去带我噻，姑父来噻个，不好嘞个，彩礼。来，哪一个故意呀？哈，哎呀，哪不能问出来讲？你通过一个男做过一个狗样，啥个叫哪个故意？晓得想得个女婿有点糊涂了，孩子。啊，来姨，你是河南方相府中方大侠与方故意来了呀？哦，河南方故意来了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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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一连串说不着多少好，老老开心啊，女婿呀！我怕是王本和天下去人来，晓得人家半熟洞的采饭日要采光，分清楚来，你哪不得来？啊个乌对旁头，彩礼是。与故意在后池相见，在花园中与日傍着，猛对上相见。哦，猛对上相见。老没无心，为啥？女婿得发了孩子，我已记得旁头个上花好呀，没对呀，没对花生成富贵花啊。倘使你今朝当个女婿，那么喜欢的我旁头嘛，太为了害，你上海人派的桂花来洗。慢慢看，女婿做点啥事体？啊，得发，不得发，哪门发？嘿，我叫得问呀，身上着点啥个衣裳呀？从前老法头里向，啥个身份，着啥个衣裳，清清爽爽，你用不着问，一看就看得出，不像现在呀。现在我登了台上着袍子，登到我下子台着次西装子，到皇居差不大多呀。慢慢看，彩礼是来，我来问你。故意而今身上什么打扮？啥个打扮嘛？但是打扮，哎呀，不能马上说，说这里要起一个样。那么年纪大的人谁叫哇哈哇哈蛮靠的，留下来马上一起来要出事体的。那么啥啦？让我另外一个打扮慢慢讲说出来，对个。来，说问故意的打扮嘛？那。有道理，听啊，刚子半日天啊，称赞个女婿好，潇洒，漂亮，啥个打扮就你们讲出来，到底什么打扮呀？那么也讲出来着哇，来，想故意怕想一个，蛮好，想一个么蛮好，只怕呢，只怕姜太公的手机师傅想，那么画鼻子。想什么？那想一个推上了军门弟子。推上了军学生子啊！俺想到大事路啦分，就是从前辰光孔夫子啊，智深先生啊，李最大弄不大清爽，曾经去讨教过推上老君。所以《诗经》上向有上一句啊，叫孔子奋力与老都
老多就是太上了句。从观念点讲起来，孔夫子还可以说太上了句学生子。那么倘使我女婿这样子一般嘛，没好了怎么？好啊！搿只面孔看上去是分听出来怪，再说得清爽点。来，想勾与他与相一勾。那么这样子皇帝学生子来的，真呀！那相一勾，神阳里走个灵感头。李正阳学生子吕氏新闻到底如何？那么也说上去再来日来。勾栏玉洞相子点，风上做事大灵能勾。举杯双指为八戒，玉洞一勾当后楼。头天下是内后心女，出身天女凤，宫女凤。他一生系得功名事，前世里在红人中愿与披功封。哦，来听什么的？听你那讲女婿在新郎大事当被水捧玉洞几杯出高，做只新人了还是？彩礼，是嘞，而今故意他身在哪里？想今日门哪，现在子里是有理。来，你说去相见，哦，倘若你水脸一碰，真呀？他是家园对立刻也飞红。好，我有女婿呀，难得说对西山上怪忙了还不？晓不得喊我快点去排队，哎，一刻你需要围住西山，那么做你对没这样便当，来围住去西山浪向云脚浪打打，我还要去白相相了。我外国凤凰现在讲起来治外大事，到波斯国就是现在的伊朗。外国去追追，现在天狼还要去读读。老大娘，我所晓得天狼没啥好白相。地球外是个太空，你电视里向在看见，等了里向人啊来不定摇了呀，摇了呀。沙上花顶好白相嘛，龙华铁板新村顶好白相。来去想想，有些人去白相子，不想回州来嘛，可想而知，搿搭好白相得不得了。可是看上去你还想去白相子哇？哦，我还有50年，现在为啥了？搿么这你对女婿一本正经来到红尘里向了吧？大概从千几我楼上人门口，彩礼是嘞，故意在你面前可人分结老义一向可好？说出来难气死个。你们到了天机里，到很多女婿以来自半日分门去那样。来姨，各位他没有分给你来姨呀。他倒不问。老七呀，女婿呀，我为此呢3年苏州才比花榜，难道不见见我？哦，你大概是小子千金娘，可是分给方太夫人。一没有分给方太夫人。2个长辈发问：哦，出家做子新人，恩有一笔勾销，问势利姑娘子，可是分给你叫夫人？我叫夫人，她越发的不分了。3个长辈谁发问？难道他一个都不分吗？他得分一个呀。哦，哪一个啊？分给我家小姐来归那福妃。哎呀，这个新人有点花枝吃老包，一头就要起来了。说新人们去搞吃不干，可不是啊？让我去帮帮对口。彩贝，是你先去回府，说老爷谁进去来？是。
让蔡姑娘先到紫薇堂去回复。出家做仙人到紫薇堂，而且紫薇堂里发最上花样。你现在别家哪还会得到紫薇堂？别去过里，去口子再说。所以姥姥手上抬身，不过该个辰光，弄不大清爽。女婿，来不上火不去，要到紫薇堂，耐心的等些，再随姑娘的气呀，去呀！飞飞。你好出家的，你一出家，无不大吉。乡里走后有女神海滨，他的中文绵绵七声老。
是年头，大不是斗争一人下家子，杀丁丁吩咐这个来家闹。不然吃，不然抓，担心就是自家子女。一个人都是这个，像你也是这个。倘使这个子女大毕业出来，都不是啥，出国留个回转来，科学家又发明拿金奖，爷娘哪怕拿不着铜钿，精神上想中安慰了，难以形容。倘使这个儿子不争气，派出所先去这里谈话，这个人家没来过。所以姥姥现在一本正经忙正紫薇堂来，蔡姑娘先到。西菜饼临此地，满为引进的比菜公，他是西江古以来一生蔡姑娘先到。看见姑娘坐立不安，要等个表姐，不晓得表姐分来个辣辣团，把个当不里上上，王那一声，啊，姑娘，我家小姐来了。哦，啊，姐姐在哪里？姐姐在后头，小弟娘姐姐。这样才是先生了，听见告知不了。啊，各位妹来，方才小蜜蜂了，各位知名大路上相亲小姐。我家小姐听得你故意带来，兴冲冲跟在我小路，那就想走到白龙当中遇见了拉姨。拉姨说：“你们到哪里去啊？”小姐说：“要到紫薇堂会见你故意。”拉姨说：“哦，你们女人家知道不便，回转路头去吧，待我前往。所以而今小姐回去了嘛，拉姨来了。好啊，恰，对里妈妈也是那小猪的弄出事体哇，不是俺吃过。做女的彩屏啊，你也晓得今朝我个身打扮子，专门来见姑娘出去的，不能见老丈人的呀。我要见老丈人嘛，大包铺登门对天，那么老丈人他刚开正门出进，上人生气，我喜欢，也开心。那今朝弄这样少强点，大惊大伏，顶来看到个大金仔，三姑娘吹到头上说出了浪。别不老让你看就跑脱自家，啥个偷出子至于等样的多，要叫我大金一头到这一就门前一转嘛。哎呀，又是个大事，比这个满山大事，重新打喊，大白脱脱，为等样的，哈了大白下下来，在镜子里向一转嘛，哟，又是个大事，比个都当大事，哪是搞你那个重新扎喊，搿身衣裳没办法子。喏，地浪向雨动几百么也康隆，啥人看见么真正要气杀，康得罗大家，搿紫薇堂许多轻伤不够呀，但不让我康呀，发觉那还不能放清想出来，忙正手机头里一塞呀，露出半头么，这还弄着，哎呀，但是今朝看见老让你搿上称呼得蛮难。这名分前3年改过看，应当家里上岳父大人。不过今朝身上别叫，反我们家里岳父大人，立得对我面孔一杯，家伙这里一句说起来，早，是堂堂御史参军配不来最高苍大人大人，好事。反其事看没起，为啥个？我生于得里老亲身后，家里上高帝大人。哎呦，好不好？你反也是背错的家，说叫什么子？哦，前3年改制看，叫我岳父大人，去至3年说出来着。哦，叫我高帝大人，那么你回去3年要叫我老八大人，再去3年你要夫人等我们做啊。
也是也对错的。方清再一想嘛，是吧？今朝我只好挖头上啊一点点，我家里上托头大人，大人上头唔少少光塌塌，所以家里大人可里会讲我少，里他能会讲我艺术，加上去岳母大人会讲我艺术，家里公对大人。倘若来让人看见我今朝大事大办，加上我道长嘛，那么我还擦擦来胡子，所以家里于是同人请来开开岳母，啥子面不想想吧，那总归龙江这样。方清刚正走进里头，姥姥一上太岁，又让人进来者，头要不够抬起来，枪鼓上的，哒哒哒哒哒，大人。叫我啥？叫我大人啊！上头光塌塌，唔说啥，难得发青天大人是牛里挖了海了。小奴调皮滑头，恐怕我老混，不够叫我上人。前3年寄送人改过口子呀。可不啦？道岳先生，说啊！言呐是。哎呦，方清开心啊！数十里个点闲话都从了喉咙口，现在一开始我噼里啪啦一头吐出来，都是有大人为亲，有大人举桌上来才被请进啊！哎呀，大事先生了，做大上通手头呀，说个噼里啪啦一头来个讲，接头在杀，地波浪向一把抓牢，泪水清啊！岳母大人请，你请我请到理想当中，请我走。方清邀请过来，拿着咖啡举中一声。对对会，随而自个得推几步，重新踏上来巴结。为请岳大人居中上奏，待小婿口请君。哎，不，这个那个娘，说听娘，唔被我好讲。老大人、老人、道岳先生，客气派在东里啊。说起来啊，也是千里迢迢路上辛苦了，这个还会讲了，今朝不够讲呀。为什么？你是蓬莱山来呀？这蓬莱山到该到千里还不足万里来了。我倒说起来辛苦了，你倒说起来来让人我讲人一点点不辛苦的，非要弄得哪里硬着。也许不该请起，是多谢岳母大人，请啊，小婿告走，必让收定。姥姥可里收定，这规矩啊，有手背要送茶，就说请着蔡姑娘说不说。哎呀，不规矩吧？有2人道理，一人，姑要今朝不准备旁头老丈人，老要真能客家。老爷问你不敢说句话，老实讲，那么我们去送茶，谁分听见？但不是我要听见，我要3年做点啥事体啊？我是想早点晓得上去，告诉小姐，使得小姐好早点定心。这个一人我为此小姐要听真闲话不送。第2人可以不送，为啥？我要3人不吃以后这个，俺听见3人拍杯龙井茶吃没个，这不老要吃个咯？老要不想起来，为什么放在书房里向拿好一杯茶？所以不送不要紧，就是望着那位书桌上向一关呀，看见一张纸对飘了飘，咦，该得150呀，才数好，才包好，抽的些弄好，哪有啊？过去看，再过来一看，没这像是刚刚过，看上去李小来，不知小弟说明当，我才要拿上去，这不小脚，让小脚看。要身边放一放，定心。老要边上一立，那么要听着，听老要问点啥，小的是回答点啥，记了，等些上去，各所小脚牛风不动，统统搬上去，对个。你来了边上，老该个辰光，当作精神来弄口，从头看到脚，从脚看到头。方清怪奇怪，来让人闲话不多，让盯了自家看，才讲闭心了，心里头有点哈虚虚的。非要你看了，那种苍一记耳光讲，说起那种傻腔的，所以呢，动也不敢动，
目不暇视，眼过鼻，鼻过看，看过心，心过脚背的嘛，一动不动。就说姥姥把你从头看到脚，从脚看到头，两边看我了清爽。坐子过来，姥姥有道理啊，有眼光，啥个老想看出来？汤市里真正3年最高了，要得到位置，你现在可以说了正襟危坐，毕恭毕敬，方才最基步，啪退下来，把个转身再上来，扑磕个头，蛮清爽。这个是组织部鼓上去学得来的。这个蛮清爽，我若见上司，甚至见皇帝里现在见过老丈人，谁有个点部位了呀？没法跟我为啥？到底同行中啊！我经常让你讲，口里这种毛香嘛，哪会得最高呢？想他是不必等的神品格，此人风不归上啊！什么的？大金秃头，大包秃头，金银拿出来！组织过来瞒我，瞒得跟我老丈人个，放轻一下，作新会得拿出来个。老丈人我还谁得着消息？不晓得奶奶年纪都人8岁在。哎呀，非要我们现在口里走2步路，德国是方步、官跑、官步，你得说起来吧，老丈人，我不是官步，因为我进玉皇大帝也是最高个部位该，那么我讲，拍台。言是岳母大人，我与你分析之语已有3载，在这3载之中，言是在作何言之？特来让人讲闲话，要做人当心的。禀岳母大人，想小心在居松殿上与岳母大人分水之后，正是为栖身隧道，浪迹天涯，庸庸碌碌，一世浮生。庸庸碌碌，一世浮生。老气呀，啥呀？年纪轻轻2多3个人，还是庸庸碌碌，一世浮生啊！我老丈人活到今年52岁，搿2句用不够讲。你身本上12新事体，你好庸庸碌碌，哼！荒唐啊，荒唐！年纪轻轻读书明理，今就讲到庸庸碌碌，一世风尘，实情荒唐。我晓得个呀，这来让人不少多肉的个呀。
龙龙是也训个样，那么真将我组织过来了。倘若我真的别家做大事大该得来，不然来让人杀俺一飞马牛，真是一个自动走走。放清上海讲，对阵子来让人们李总三口是，是。来了一口马油上去，得买临盆干，不是强头把你懂。错错，小白杀干马，别过这样子，不好再得马油，马油还要挑起来的。上人的女婿，毕竟客气干，不是亚的儿子呀。来了，这你对我到门上口，严肃是岳大人，你怎样为中头女讨的？岳大人真追小婿中斗女的，我哪晓得？想到秋罗家枪子那个珍珠他毛蛋我扶上来个呀，我哪会都不晓得呢？送到俺们里向，各棍一上，全部招出来。3个蒸汽，6个里向死了该那里。也是，江头秋罗家抢了你的尊塔，每当女婿腹中痛爱。将他送至衙门，3目之下一口招人，说得代为保囊，非上人命。江东3月进击，6月击毙地了。已经击毙地了。是啊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可惜。咦，讲到死他倒是也可惜啊，你都不是同行中吗？也是。向江头抢而追他，死于狗，真是可惜。那这里向你是要弄不动的，为什么我放弃我走过去的把那讲的？你弄我抽一抽，我一我，别个里向弄我举带不进。马子必定明日食堂考试，李中三女放七上刑后，还是我放弃我走过到银块把那讲的，弄我一抽一我，无人公开。不过食堂一讲了要抽棒，抽棒子不能见姑娘。是啦，我来手举敲兵岳大人，想着江头为了小婿是在监狱之中岂非可惜？向小婿说奉江头爱与坚实。好，说奉江头爱与坚实，不讲的，不今朝食堂一年今朝来，一个大事先生吧。说大不了事体啊！小奴今朝看见我10皮他里不讲真话，看上去要绑对我个头，搿么啥个？还弄我来搭里绑对？搿么说起来不可以个咯！从前封建社会里向，未婚夫妻不能绑对个，就说来了得买开通改。哎呀，将来八字堂组织亲生一人要得了一道得了，现在娘要先绑对嘛，有啥大不了事体？搿么啦？阿搭菜兵讲菜兵啊！我来要部门不吃不来菜菜，请弄我来吧。到底说不出啊！再一想嘛，蔡平聪明人，不过应对不了。对，蔡平乡里好不规矩，故意来了，都是得了。你一米送茶是哎，有的1米8于2米，有的米字8于隔里，因若2米相亲相交。两只对对子左手浪向一了，眼光望着南方向，瞄过去嘛，映入啊明白。蔡姑娘做你的哪不明白呢？是不是蔡平绝顶聪明，对浪拍一记，脚底我都往一为生得了？哎，来呀，那么对在小的是不想绑对来，要绑对小家啊，那呀，小皮去了，得，哪位小夫妻相会，互为喜中。
家媳儿，万事都越想。